人類自古以嚟對故事都有一種追求，無論係講故事定係聽故事，人類都一直尋找方法表達自己嘅所思所想。故事可以天馬行空，想象同樣無邊無際，而科技就可以豐富我哋嘅想象，喺現實中構建感官體驗，喺虛擬世界擴增實境。科技令我哋可以開拓唔同講故事嘅方法，喺言語之外，以圖像、符號、音樂以及可以走入嘅場景，令人直接感受創作者嘅意念同埋情感，更令本身平平無奇嘅空間變成一個可以邊走邊看邊聽嘅遊歷體驗，亦可以改變表演者身處嘅現實環境，等觀眾同環境產生新嘅互動同埋連結，甚至喺演出期間改變現場觀眾身處嘅空間維度，創造置身其中嘅聲與畫沉浸式體驗，釋放觀眾嘅感官，體驗故事裏面更多層次。喺科技同藝術嘅探索進程入面，觀眾漸漸由旁觀者變成參與者，透過虛擬實境，觀眾成為故事嘅一部分，甚至影響住故事嘅發展。只要帶上適當嘅裝備，就可以置身於任何一個想象到或者想象唔到嘅世界。喺虛擬實境入面，我哋可以見到自己置身於另外一個空間維度，變成另外一個角色。只要攞住控制器，我哋就可以模擬自己嘅一對手，喺虛擬世界入面同環境產生互動。如果想成個人都進入虛擬世界，就要運用到動作捕捉技術。其中一種常見嘅動作捕捉方式係光學式動作捕捉，其他動作捕捉類型仲有機械式動作捕捉、聲學式動作捕捉同慣性式動作捕捉。當我哋已經可以沉浸喺虛擬世界，我哋又可唔可以將虛擬設計帶到現實呢？例如透過改變現實世界嘅投影平面，直接投射虛擬世界嘅內容到現實世界，運用光雕投影、霧幕投影或者全息投影等技術，混合實境，創造出虛擬同現實混合嘅場景。而擴增實境、虛擬實境同混合實境都可以被統稱為延展實境。科技為藝術創作帶嚟更多可能，將我哋帶入虛擬世界，亦可以將虛擬設計帶入現實，可以充滿我哋嘅感官，俾更多選擇我哋去呈現腦海中嘅故事。科技嘅應用可以無窮無盡，但當佢遇上藝術，似乎又創作咗空間俾我哋反思，乜嘢對人嘅體驗係最重要？我哋嘅腦袋從來都係最有趣嘅劇場。科技固然能夠刺激感官體驗，甚至幫助我哋嘅想象，帶我哋去到前所未有嘅領域。然而，科技嘅應用又會唔會一邊令我哋目不暇給，一邊削弱咗人類想象嘅能力，
故事本身嘅趣味呢？2025年，賽馬會創藝科媒系列真幻境界創造咗一個只屬於舞台空間嘅虛擬實境。法國創作團隊嘅設計，令觀眾可以隨時戴上或者除低虛擬實境眼鏡，睇到現實中嘅舞者同虛擬角色嘅重疊。如果喺應用科技之餘，仍然俾觀眾保留想象自主性，呢個可能係最美麗嘅融合。當科技越發達，甚至代替咗我哋去想象，我哋就越要思考，喺得到嘅同時，我哋亦失去緊啲乜嘢？如果係你又會點樣運用科技去分享你嘅故事？